下灿烂的生活。人生越老越精彩，歌声唱出心中爱，每个音符将花开，欢乐岁月不停摆。旧碗只是美的记载，心里烛火人才燃烧，挥手告别昨日的开，迎来希望把歌高调，欢喜来唱歌，快乐无心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银发也能闪耀光彩。新加坡华俗文化中心呈现欢喜来唱歌节目开始。大家好。的雨惊醒我沉睡中的梦，迷我的心沾满着昨日的伤痛，冷冷的风不再有往日的温柔，失去的爱是否还能够再拥有？漫漫长路谁能告诉我，究竟会有多少错？何处是我最终的急流？曾经在雨中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曾经在风中对我说，永远不离开我。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多少爱恨刻画的镜头，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 ？Hello， 有看到你们跟我们挥手，谢谢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Hello， 哇，谢谢。别的闪光。曾经在雨中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曾经在风中对我说，永远不离开我。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多少爱恨刻画的镜头，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曾经在雨中对我说，
生几世相守。曾经在风中对我说，你永远不离开我。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多少爱恨刻划的镜头，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谢谢。掌声鼓励鼓励。哇，very good 啊！欢迎收看《欢喜来唱歌》，健康又快乐，一起吧！哎，大家下午好，大家好，我是佩芬。我是浩浩。我是建兵。是的，时间过得好快啊，又1个月过去了，我们又见面啦。每个月呢，最开心的呢，莫过于呢，来到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跟我们欢喜来唱歌，所有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见面。是的，开场刚才唱的那首歌呢，是 Happy Club 欢喜俱乐部的朋友投选出来的开场曲。所以哈，大家如果要多多了解我们欢喜俱乐部 Happy Club 的怎么样进入这个WhatsApp group 啊，你等一下呢也可以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同时我们要跟我们的线上的朋友打声招呼，嗨，我们脸书 WeChat 的朋友，下午好。是的，那也要谢谢大家哈！哇，我们今天的主题不得了啦，跟我们3位息息相关。我们3位能够有共同的主题，那息息相关的主题是什么呢？老中青3代，3代同堂。3G Generation。因为我们3个有共同的一个特殊的背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我和播音人有个约会。哇！3位目前都是电台 DJ， 我是来自 Love 972最爱频道。哎，我们2位是963好 FM。哇，你们的 FM 就是好的啊！这么我感觉有点酸酸的哈。但是你的有 love 啊，你有爱的吗？对，我们是充满爱的。所以啊，又有好好爱，又有爱的好好的。所以我们3位呢，就是呢最佳的拍档 ，OK？ 对。那说到广播，当然大哥纵横我们广播界多少年啊？25年。25年呢，那个时候应该给他一个掌声呢。25年呢，这福建叫做什么呢？拍死无走啊，25年。哦，伊无搞我拍死。伊无搞你拍哈。拍一半呢，那拍死就走了。一起讲给一个配合你啊，陈建斌，你要不要这个续约？然后你就说，我免费的帮你工作都 OK。所以大哥在这个25年当中，全部都是做早班吗？有做过一次傍晚班。OK。是。早班是因为其实是最早是梁志祥导演跟粉英搭档。那后来我是签在他的公司的，我是他的艺人后来梁志祥主持的不太好，不是，他去拍电影，我差点把我午餐喷出。好好讲。你不要以为你现在的老板是李国煌，你就可以乱讲哦。他去拍电影没有时间。来 ，OK， 所以他好不好？他好不好？好，太好了，他是我的恩人了。是。然后结果呢，他离开了这个电台圈，然后我就跟粉英搭档，然后现在一直做到现在。但是呢，我很羡慕啊，跟大哥一起。如果做广播的时候哇，你的所有的同事们每天都吃你买的早餐呢。是的。只要跟我搭档，我都是包3餐的哇，很好。早餐、午餐、晚餐全包了。是。不然他怎么坐在那个位置20多年？对，你怎么会想要说每天都买早餐给他们吃我要讨好他们，要不然他们就不给我做了。不要这样讲啦，你也是有自己的实力啦。我要婆他们，要喂饱他们，这样行了吧？对，你这样讲你高兴了吗？你现在对他们很好，把他喂饱，以后他们也会对你。当我退休80岁的时候，他们会去疗养院看你。他们欠我多少餐，我都有记录在案。我就一餐一餐的去他们家里面吃回来。
哇，对，你看，天下没有白吃的早餐。哎，对，还是要回馈的，还是要还的。所以你20多年啊，25年。那浩浩呢，加入963好 FM 啊，我刚好满1周岁，1年。1年了。这样2位都输我了。哎，你怎样？请问你怎么样？请问你几年？60天啊你啊，60天，2个月。安怎恁大家安尼啊？无公平呢？2个月。25年甲1年恁无拍破，6个月恁拍破。但是我要跟你讲吼，我嘛是真正会感谢梁志强先生，因为之前哦，也是他把我拉进另外一个广播电台。对，883。对啊。是。跟电台结缘了。但我觉得电台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以前我都是2、3点睡觉的。是。自从做了早班，我就11点多我就得上床。对我非常的有同感。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有更光明的前途，而且让我得奖无数。哎呦。让我人生辉煌。哇。让我活到104岁。哇。好不好？可以的，你行，你能，你可以。我觉得大哥你会活到220。你突然间这样干我，我按你顾要死哦。哎呦！所以希望呢，大家呢继续的不管是通过我们的手机也好，或者是通过 Facebook Live 也好，或者是通过呢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呢，我们呢为大家主持在空中的这个直播，我们会空中的这个播出啦。那希望我们能够呢继续用我们的声音啊，带给大家第一手的资讯也好，第一手的这个娱乐消息也好，把所有的快乐的氛围透过广播传播给你们。是的，所以呢，好像大哥这样哈，我们2位哦，就是紧跟在后啦，就像大哥一样哈，这个下半辈子我们就以声相许。是。声音的声。好的，那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跟广播跟播音人有个约会，我们就想到一些前辈。我们也邀请了2位前辈，2位现在在职的播音人。那前辈呢，当然这位就年纪比我更大了。但是他看不出来哦。也无偌多啦，几个月啊尔。几岁啊？几岁吗？几岁咧？嘛是安尼计较。伊头毛个真乌。都有人看头毛乌白。对啦，我这血声应该是白个了。但是伊的面完全嘛无变呢。呀，人也是真正趣味。看面袂准啦。有半年就拖一摆吼。拖一摆是要拖去倒位？请问？按后尾拖了。不一样，我觉得它是自然的。organic 的，好久不见了，感谢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给我们这个机会，邀请这么多位不见的好朋友。好，这位前辈就是陈兆锦带来的歌曲《情人的黄衬衫》。大家好，你看还认得出吗？好久不见了，送给轻松的歌曲。我的她穿着一件黄颜色的衬衫，黄衬衫在她身上更显出美丽大方。嘿，我的她玲珑可爱，又加上温柔端庄，说不出多惹人爱，说不出令人遐想。啊，我心中的太阳，也是我心中的月亮啊，我心中的星光，永远在我心上。嘿，我的她穿着一件黄颜色的衬衫，黄衬衫
他身上更显出明媚春光。嘿，大家好，还认得出我吗？老了，不过很开心哦，可以看到大家你们用温柔的眼光来看着我，谢谢大家。我心中的太阳，也是我心中的月亮。我心中的星光，永远在我心上。嘿，我的他穿着一件黄颜色的衬衫，黄衬衫在他身上更显出美丽大方，更显出美丽大方，更显出明媚春光。耶！谢谢，哎呀，谢谢。欢迎赵景大哥，还可以吗？哇前辈我跟你讲哦，太好了我！一到台上啊，我有一种反射，什么反射？因为很久都没有来唱歌啊，看到这么多人，哎呦，爱小便呢，压丢了啊！反射是 OK， 不要烦躁就好。对，这个年龄啊，正常的反应是你不要现场射就好了。有一点啊，哎，看到赵瑾，就是我们想起华亮。华亮走了多少年啊？30年了。哇，我的妈呀！我也多活了30年。是，他的好搭档啊，当时给我们带来多少的娱乐？那搭档除了男生，好像也有女生嘛，对不对？谁呀？没有了。琼芳姐是吗？有参与，都有参与。是哦，那个是以前的往事了哈。是往事只能回味。哎，这个赵瑾还是有一份赤子之心啊。你看他的动作还是好像七微多安，很厉害。刚刚大哥我们一介绍你的话，你健步如飞耶。对呀，天哪，感恩。你看这个年龄，头发黑刀啊，你有办法？我们脸上有什么洞都可以补的。现在科学昌明是啊，不过那个脚呢，还是要照顾。感恩，我跟你讲，我们活到这个年龄啊，就2个字：感恩。能走能动能吃能喝，还在这样美丽的舞台上表演，感恩呐，真的是啊，好，今年贵庚啊？希望你们算得到了哈。80年代我30多岁啊，华亮死的时候我45岁啊，30年了，75了。哇，对。还可以嘛？不是还可以，是很可以。所以你刚才说感恩哦，那你心目中你想活到几岁？所以我现在一看到你坐轮椅脚行动不便的我很有感叹心。我每次帮他们拿东西甚至是帮他推。好像那个马来人他有糖尿病推不到，我很自然的推他。不然呢？不然makan itu蛮远的啦。叫我当成运动推到我，哎呀你也不要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是，等一下推，你自己推进去是真的。真的好像心脏没力了这样推那个这样喊。因为你有时候你去帮人家的时候，你忘了你也是个老人了，是吧？对，其实我那个白内障割了以后我割了2个白内障，第一件事情我从镜子上看到我自己的什么东西，满脸皱纹呐，哎呦，
吓了我一跳嘞。以前好像朦胧，月朦胧，鸟朦胧啊。那现在看到自己的脸、啊，对，哎呦，我现在认真看一下，也还好啊，不会啊。很多纹啊，不可以近看，所以在拍照啊一定要朦胧的哈，一定要美的，要自拍美。可以美颜，可以美颜啊，自我安慰了哈。那现在我们做什么都要自我安慰哈，因为为什么呢？每一天我们都是多赚一天，给我们红利。但愿在下的朋友一样哦，来到这里能够欣赏这样的一个精彩的演出，也是你的生命中很重要的一天，开心可以来这里做这么好的一个舞台，享受视觉跟听觉的盛宴。对，所以要怎么样？对，要怎么样开心？怎么样让自己欢乐？你知道吗？每个月就是跟我们来这边欢喜来唱歌，健康又快乐。对，享受。你们已经成功了，谢谢大哥。这么多人来，像赵瑾说的，你们来这里享受视觉跟听觉的快乐，最重要的是我们还要有知觉才能享受听觉。有啊，知觉就是刚刚大哥看到的说，很多人反射被去棒球，有没有？对，所以您的歌声也是有利尿的作用。对。刚才他那自己回家了咯。那个等他的人也忘记。刚才我带谁来哈？对。好 ，OK， 继续我们要请我们赵亮大哥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听的歌曲？有什么好听的吗？爱情的代价。虽然我没有爱情，可是我知道爱情的代价很不容易的哈。送给大家好吗？叫做老歌啊，情景交融的一首老歌。再次掌声鼓励《爱情的代价》。来，一起来欣赏，谢谢。我像是海边的小花，连根埋藏在泥沙，经不起烈日的照耀，受不了风吹和雨打。我低着头儿在等待，希望黑夜快到达，是天意会遇到了你，医治我刀割温暖的家。姑娘呀，姑娘，是你带我冲出了自建的篱笆。姑娘呀，姑娘，是你是我心头的爱苗也张扬。只要让我见到了彩霞，我愿意忍受爱情的代价。谢谢。能够在舞台上见到大家，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永远记在日记簿上，纪念这一天。姑娘呀，姑娘，是你带我冲出自建的篱笆。姑娘呀，姑娘，是你是我心头的爱苗也张扬。只要让我见到了彩霞，
我愿你人生爱情的代价。谢谢。以前都是跟华亮在舞台上，演戏，想不到现在他不在了，来这里唱歌，献丑啊！现在你们的掌声也是我们鼓励，不过不是唱歌的料了，不过偶尔唱歌练气也好。你说唱歌是个很好的练习，你觉得我的声音浓不浓啊？很有感性，对不对？啊，所以呢，哎 ，hello， 啊，前辈唱完就进去了，没有讲这样多话。对，啊，学闲话了。好了，谢谢大家了，谢谢张亮大哥，谢谢。老狼给就是因为前辈哦，我不敢 cut 他啊，你可以 cut 的啊，我可以。是，因为我 cut 他我就没有礼貌了。是我们太熟了。是呀，我随便要 cut 他哪里都可以。真的啊，是。我感觉你好像是虎头渣嘞，你要看哪里都包青天哈。不过他们是我很尊敬他们的。是那个时候华亮造景的这个综艺节目。Hello， 他刚刚讲完，你要继续讲是吗？OK， 不要再提了。好，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一位，就是我们的主持人。是的，在我们每一次呢，在我们主持人都有演唱时间。首先，我们的派出的第一位就是我们的佩芬。对，佩芬带来第一首歌曲《梦醒时分》，欢迎佩芬。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嘿，你们好，听一下大家的掌声，欢呼声有吗？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对于这首歌，因为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
熟不熟悉啊？这首歌曲也是一首呢排行榜歌曲啊、我们的梦醒时分。那经由呢我们老师啊的这个巧思呢，换了一个节奏啊，把这个歌曲呢给它呢加上呢一些呢不一样的这个音乐的元素，希望呢能够带给大家呢一点点不一样的感觉。梦醒时分，谢谢你。那在这里呢也要很感谢所有呢有在收听963的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收听，那也谢谢你们的支持。那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守我们的直播，佩芬的直播呢会是从12点半到下午的1点30分左右，所以呢还没有进来过看过我们直播的朋友，也可以呢进来跟我们打声招呼，一起呢交个朋友，好不好？今天呢有好多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在我们的现场，谢谢你们，也谢谢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让我们有这个非常棒的机会，让所有呢非常杰出的播音人能够呢齐聚一堂，一起呢在这里呢用声音把歌曲呢送给你们大家。今天我的叔叔哈也有在我们的现场，我的武术谢谢，还有我的 Godzim 哈谢谢，还有特别早就购票呢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谢谢你，还有邻居，还有所有我们欢喜来唱歌的所有的超级铁粉，谢谢你们的支持，能够给大家呢最真诚的这个回应跟最真诚的一种呢就是感谢，就是把歌唱好。接着下来的下一首歌曲，相信呢你们也一定会唱，拜托跟我一起唱这首歌好吗？叫做《爱上一个怎么样的人》。哎呦，你们好厉害哦！那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歌。这些歌曲，相信你们常常都能够在广播当中听到、欣赏到，所以我就想说，今天安排了2首我比较想演唱的歌曲，希望也可以提供大家一些新鲜感。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谢谢。待会我把麦克风交给你们的时候，要一起唱哦。谢谢你们帮我们录影拍照 ，Thank you。你们的灯呢？谢谢啊，好漂亮呀！爱过就不要说抱歉，毕竟我们走过这一回，从来我就不曾后悔，初见那是美丽的相约，曾经以为我会是你浪漫的爱情故事，唯一不变的永远。承受这样的输赢，结果依然无怨无悔。期待你的出现，天色已黄昏。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别的眼神，紧闭的双唇，何必再去苦苦悄悄，苦苦追问？就不要说抱歉，毕竟我们走过这一回，从来我就不曾后悔，初见那是美丽的相约，曾经以为我会是你浪漫的爱情，不过唯一不变的永远。承受这样
情，结果依然无怨无悔。期待你的出现，天色已黄昏。到你们唱了，接吧！爱上一个，等待一闪。 善变的眼神，亲密的双唇，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爱上一个，等待一闪。 善变的眼神，亲密的双唇，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谢谢你们的大合唱，非常好听，我们一起完成了这首歌曲，棒，好。谢谢大家 ，Thank you。哇，这些歌曲呢，都是在我们广播当中哦，这个播放率很高很高的歌因曲。为听众爱听啊。是的哎，我们再唱啊，爱上一个不。哇 ，fantastic！ 等待一闪不。哎，这就是一个歌手成功的地方，有没有看见？没有，全部帮你我是说那个原唱者啦，就是说他唱到一首歌哈，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会唱哎。全部把你们电话留下来，帮你们报名黄金年华。哇，所以你们的爱人有回家吗？各位，有哈？有吗你们爱人都有回家吗 Very good 有啊除了你们刚拜三的下午要看节目之外，你们刚刚唱没有回家，然后还把门关起来嘞。那个是歌词啦，唱的是这样唱啦。对，如果真的不乖，就把他门关起来，没有关系。哎呦，那接着下来不得了了，我们呢，要来欢迎的就是呢早班节目的93好 FM，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6点哦，早上6点就开麦克风了。是现场朋友没有人还没有听过的，还没有听过的话一定要听一下啊、有听过的请掌声表示一下。哎，今天哦，谢谢。谢谢啦，谢谢啦，因为我知道今天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们，是的，特别是903的听众都有来，然后就有发就是这个短信跟你们说，我们已经买票了，我们会来，对不对？哦，谢谢你们，谢谢。当然了，浩浩在早班，然后午班呢还有配分呢，不要忘记了。是，谢谢大家。那我们就来欢迎我们的早班一哥喽。哇，来我们掌声鼓励，欢迎于思远，欢迎。 Hello， 大家下午好，大家下午好。早班一哥，思远哥，早班一哥你好。远哥。这个称号我有，早班一哥是因为你不要，哦，没有，不是我不要，因为他不要。我担当不起。他说他要做王子，所以哎呀他不要做一哥，就只我跟你讲剩我了因。为我在广给，你就拿，你再做多3年，你的头衔就给他抢去了。我跟你因为我在广播界短短1年。Hello， 你在广播界7年。对呀、所以你看这个年轻小伙子，对，而且我们是7年在广播的时光，我们是属于半路杀出程咬金的，对不对？然后你是属于参加那个广播的 DJ 比赛出来的。是，当年2011年，然后呢，我是陪我朋友去参赛的。哦，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过 UFM 100，重点是你朋友有中吗？没有。他没中，你中。你跟那个 F4 的其中一个一样嘞，2个去试镜嘛，结果朋友没有中，另外一个陪着的去的就中了。是，一般上往往都是这种情况的，很好笑的。对，非常特别哈、对，他是过5关斩6将，从广播比赛一路出道到今天的广播一哥这样。哇，就真的这样基本早班一哥。功这样给他累积了。来，哥哥报一点这个路况给大家听一下好不好？我最因为擅长是报路况我每次开来聊都听到你们报路况啊。对，哪里 BIE 啊让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听一下这个真的在广播室里面的报路况是怎么样的感觉？好，来准备好。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Innew Avenue 的出口处，以下的路段发生车祸了。开车的听众请小心驾驶。耶，很像嘞，好真实的感觉有没有？很专业有没有？
奇怪，那个人那个广播人怎么会突然间跳出来那种感觉？哎，我表演完了，到你了。一般上我表演完路况就是到浩浩表演了。浩浩表演什么？ OK，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没有鹅的啦，这就是一年的这种我，再想一下，还是7年的好，7年的好， 7年比较好。有鹅的没？ 7年之痒，你要小心哦。 7年的好，7年的 OK， 好。哦，对，因为平常有电脑在前面，啊所以不会来，你报一下，你报一下，你报你报一下。那个60天的，好来，气候小姐来了。今天的天气，全岛属于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4到34度。哇，这个气候小姐一听就很想生气，这么撒娇，这样没有，因为你要知道，你上班4个小时，我把都上班2个小时。哎呀麻烦你我还有另外一个工作嘞。你什么工作我另外一个工作是下午1点、下午2点报时间。哦，时间是你自己报哈，还不团结，还不错。我们3个都是一起的。哦，对你，们报什么时间？1、2、3，现在几点？早上啦，早上。早上8点。好，来，预备起，现在的时间是。早上8点，对不对？哎，很有默契但是哦哦，思远他是 Hokkien 人。哎呀，是对，他为了我们的方言系列节目哦，准备那个福建歌曲。哎，不好意思，你麻烦你用福建话报你刚刚那一段路况可以吗？ BKE PIE 迄个车弄迄个车，一个车弄一个车，弄个安怎？弄个安怎？弄迄个车然后就应用。有的没有应有啦哎。呦，幸好我们新加坡都是华语电台、英文电台，是没有福建台，本来不会弄的，听一个说好你弄掉，乱弄啊。OK， 所以呢，思远呢，他也很用心啊，很有诚意的去学了这首福建歌，要唱我打给听哦。是因为浩浩的建议下哈，来欢喜来唱歌。他说大哥大姐们喜欢听方言歌曲，对一定要呈现一首方言歌曲。好，当然这首歌曲名叫做随缘送给大家，福建随缘。啊，不错。OK， 在这欢迎于思远。有缘千里来相会，思远唱出这首歌曲送给你。大家好，谢谢佩芬。这首歌曲，台车去弄一台车。这首歌曲相信大家都会唱哦。有缘无缘，这一切随缘，万事拢放乎自然。无真无实的爱情紧变，若忘记就随时再见。有缘无缘，这一切随缘，万事拢放乎自然。人生路上有足多发展，又何必在前路流连？命中若注定是咱的，爱保守着这段良缘。烦恼长，若不是咱的，莫白目来制作业。有缘无缘，这一切随缘，万事拢放乎自然。人生路上有足多发展，又何必在前路流连？做很久了吗？大家帮我打个拍子好不好？来。有缘无缘，这一切随缘，凡事拢放乎自然。无真无实的爱情紧变，若忘记就随时再见。有缘无缘，这一切随缘，凡事拢放乎自然。
何必在前路流连？命中若注定是咱的，爱报偿着这段良缘。反倒长，若不是咱的，莫白目来做错个。有缘无缘，这一切随缘，万事拢放乎自然。人生路上有足多发展，又何必在前路流连？人生路上有足多发展，又何必在前路流连？随缘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呢，是陈雷的成名曲之一，相信大家都有听过，有没有？有没有听过？啊，有，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首歌曲。其实我很感谢我的妈妈，从小时候就开始播一些。现在我工作的电台93好 FM， 我们播出的80、90年代的歌曲给我听，所以当7、8年前我加入电台的时候，这些歌曲都是我的回忆中的歌曲。那些旋律一响起，马上把我带回到我小时候的那一段时光。小时候妈妈也播福建歌给我听，我第一首学唱的福建歌曲2个字，男女对唱，很经典的歌。回家伊车站啊，很有感觉的一首歌曲。但是接下来呢，我们换个感觉来唱一首中文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我小时候爱唱的一首歌。我记得当时我小时候应该是还流行那个 DVD 大大个的然后是唱卡拉 OK 的，当中也有这一首歌曲。这一位歌手最近才刚刚出来开演唱会，她的老公是林子祥，她是谁？啊，叶倩文。我觉得她最红的应该就是这首歌曲了，有没有人猜得到？哇，你们很厉害嘞！我原本还要说了1、2、3、4、5个字给你们猜，答对了，潇洒走一回送给大家。大家应该会唱嘛，对不对？会不会？好，来听到你们的歌声等一下可能其中一段副歌我就丢给你们唱了有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红尘呀滚滚，世事呀情深，聚散总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岁岁。我拿青春度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准备唱歌哦，大家。天地悠悠，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红尘
好听哦。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我拿青春度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最后一遍副歌。来喽！红尘呀滚滚，世事呀情深，聚散总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我拿青春度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潇洒走一回，谢谢大家可爱的掌声。记得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有浩浩、丽仪还有思远，哇，还有意思，希望大家收听，谢谢，谢谢思远。哇，这个好，这个好，哇。Facebook 里面这个朋友哦，莫妮卡她说这个项目可以投资嘞，回报很高嘞。我们老了哦，有好的投资绝对不要放过，赚点零花钱不用靠孩子。Good, very good。Hello。喂。老 Hero。呀，我是 Monica Chen。哦，我会用一个电话号码把你加入到我们的投资群。群里面有很多跟你一样跟了我们很久的投资者，他们也赚了很多钱。好，随便加，哈，只要可以赚钱就好哈。跟我加。我待会儿会用这个号码加777-88798。你可别误会哦，这个是我们惯用的群组来的，里面会跟你分享很多的步骤跟讯息。有时候呢，我们还会教你如何顺利的投资，让你赚更多的钱。哇，这么好康的事，有一个群组嘞，大家互相照应，而且还提供投资的 tips。不过哦，会不会有问题哈？群组里面这样多人，应该没有问题吧？因为爱戏的隆重做什么戏嘛？反正群组这样多人，放心了，没有问题的。爸，我在厨房里面听到你什么七什么88什么去哪里？那边叽叽喳喳什么？没有啦，跟我的朋友在传信息啦。什么信息？一些小投资啦，可以赚一点小钱。这样我就不用跟你伸手要钱了吗？不要跟我伸手要钱，我是很开心的。但是，你确定会不会是诈骗呢？应该不会吧？他跟我信息的时候聊得很好嘞，他很细心的教我，还把我加入那个投资群组嘞。投资群组？你是哪里认识的啊？Facebook。Facebook。我那天看到一个广告，
介绍什么？介绍我去按摩，按摩，然后就把我带到另外一个网页，再从那个网页再转到另外一个网页，然后这个朋友呢就来跟我通信息了。他叫什么名字啊？哎，你写给博咧，我还未讲，你就先讲咧。什么人？给博的举手。叫莫，伊讲了啦，莫妮卡啦。莫妮卡？嗯。什么？呀，伊姓曾啦，所以叫莫妮卡曾啦。莫妮卡曾？是什么人叫莫妮卡曾啊，爸？伊姓曾。哦。莫妮卡曾。哦。Oh my god， 宝贝，你今年食了几岁了？你去做这种代志，我听这个名一听就知影，一定是事有蹊跷的吗？啊？是安怎咧？安怎讲咧？我跟你讲，这个很重要的。首先，第一，如果你没有见过这个所谓的朋友，什么莫妮卡曾，还是这种投资伙伴，你就要小心了。哦，真的哦。第二。这个人呢，用陌生的号码将你加入到那些可疑的群组，你要更小心。哎呦，第三，无力啊，你看到了这些广告没有受到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监管的公司发出来的，更要小心。哎，你这样讲有道理耶。为什么我这样疏忽啊？这我跟你讲，这些啊，时时刻刻都是疑点来的。那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哎，我跟你讲啊，这个陌生的人应该要马上要把他封锁起来，然后呢，到他的社交平台呢举报他。之后呢，把这些群组啊，还有这一些这些这些东西都把它退出。而且你第一个要退出那个群组呢。对，还是一样继续举报哦。然后呢，你就可以到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他的网站去了解有一些相关的讯息。这样，你为什么不早讲？叫你没早讲呢？你跟人家通电话，你有跟我讲吗？你有早讲吗？你是儿子，你要早讲吗？你是老辈，你要跟我讲吗？你要先讲吗？你没有跟我讲，我来讲。哎呦，这个什么鬼嘞？周杰伦。爱过这个跟人嫌少诶，什么鬼嘞？我是扮演迄个想要骗你的女的 Monica Cheng。我爱教你，教所有的安哥、安弟、爷爷奶奶来分享一下如何提防像我这样的骗徒啊。好。我们有3个步骤啊，莫叫 add check tell。add check tell。add check tell。add 是什么呢 ？add 就是呢，你可以在你的通讯应用程序 app， 比如说你的 WhatsApp、Telegram、Facebook 等等呢，设置隐私权限，这样呢可以避免被乱加入到一些呢莫名其妙你从来没有看过的群组。你设立了隐私权限，他就不能加你了。对，只有你认识的人可以加你这样的意思哈。不会 set 的话，去寻求帮忙，来找陈建斌，他帮你 set。这样比较安全。陈建斌给我死了，是分版。你可以找一些工作人员或者找这个民众俱乐部啦，还是哪里啦？你可以启动安全功能，设定网络银行交易的限额，开启双重验证 2FA。限定银行交易是什么意思嘞？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你的 Internet Banking， 你1个月还是1天内，最多只可以汇多少钱出去？最多500，一天最多1000，你看。限制它的金额，对，爱自己去冲哈。第3，可以使用 Money Lock 的功能，将银行账户中的部分储蓄增加额外的保障。什么叫 Money Lock？Money Lock 就是你有储蓄户口无？你有迄款一本簿的无？内面那是你有5万，你就会使 lock 起来，差不多3万你看。我有。你有累我银行有58块，我 lock 50块，存8块会使叮当的。免 lock 啦。免 lock。伊会爱骗你的，看到你50块，一本老目屎的，一本无爱骗你了，skip。第2个 check。安怎 check？
check 就是呢，你投资之前啊，想跟你讲这道有好的物件，要好的物件投资，你要查清楚。哦，小心。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刚刚浩在这个剧中扮演的，他只说 MAS 监管的机构进行投资，你也可以游览 Money Sense 的网站，了解投资相关的资源。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24小时全天候 Scam Show 的援助热线1799。这个也在开哈，可以打电话的哈，1799。这不是去买表的，是爱卡啊。安尼第三呢？第三 ，add check tell， 第三就是 tell 什么呢？提醒并且告诉你的亲友们注意一些呢诈骗的事件，举报并封锁可疑的诈骗账号或者是聊天群组。第三，如果怀疑自己已经成为受害者，请马上通知银行，而且报案。OK。所以这就是以上大家要关心的几点啦。是啊，所以呢，所以老人家哈就要注意这一些哈，无为不为哈，尤其是现在啊，年底即将来到了啊，大家都很开心呢，要来欢庆我们一些节日啊，就是这些要开心的时候啊，才会掉以轻心啊，这些不法之徒啊就有机可乘。是没错尤其他们安排一个叫什么魔力也卡称莫妮卡称。这种骗徒，他不一定叫莫妮卡称，他有别的名的，然后他的脸有时美美的这样，然后男的就帅帅的这样。反正找一个美女了，美人计哈，对你就会上当。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诈骗的这些投资诈骗，尤其是投资诈骗的这个讯息，希望大家可以学以致用。是，来我们看一下荧幕上，小心投资诈骗啊！大家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哈，现在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金融管理局的这个二维码是给它拍下来，来扫码。是的，这一个就是金融管理局 ，OK， 你扫一下，它里面就有一些这个列表啦哈，看一下什么是一些有经过他们 job 过的、认证过的一些公司。那么以下的情况可能就是骗局啦，就是没有见过的朋友或者伙伴 ，OK， 这很重要哈，大家。听我们这样说明，大家明白了吗？有没有明白？明白，请用掌声表示一下。耶！那学到的话，也可以多多告诉你的家人跟朋友哈。那接着下来呢，我们要欢迎到的这位，哇，是资深广播人。哇，这位的这个广播界的，大家对他都非常的熟悉。今天呢，他也为大家带来了一首非常好听的广东歌曲《漫步人生路》。欢迎早班一姐第一。谢谢5班一姐配分，谢谢电台永远的一哥斌哥，还有谢谢早班一爷千变王子浩浩，大家好，听一下大家的声音，一齊唱。在你身邊，路雖遠未疲倦，伴你慢行一段接一段，越過高峰，另一峰卻又見目標推遠，讓理想永遠在前面。路縱崎嶇，亦不怕受磨練，願一生中苦痛快樂也體驗。愉快被愛在身邊轉又轉，夢中想説無淚賞花，快樂回旋，無用計較，快欣賞身邊美麗每一天，還願確信美景良辰在腳邊，願將歡笑聲蓋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發現，讓疾風吹呀吹，縱管給我倆考驗。小雨點，放心灑，早已決心向着前。一齊唱。来看一下谁没有拍手。路縱崎嶇，亦不怕受磨練，
願一生中苦痛快樂也體驗，愉快悲哀在身邊轉又轉，風中想雪霧裏賞花快樂迴旋，無用計較，快欣賞身邊美麗每一天，還願確信美景良辰在腳邊，願將歡笑聲蓋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發現，讓疾風吹呀吹，縱管給我倆考驗，小雨點放心灑，早已決心向着前。好棒哦，大家！漫步人生路，送給現場所有的朋友，謝謝你們，歡迎麗耶！好好，又見面了。我剛剛介紹你早班一姐，是，對不對？其實我本來因為是唯一的女的，所以是一姐。沒有，因為其實我應該要說早班阿姐才對啊，對不對？因為您的資歷已經是稱得上阿姐了，也在廣播界幾年了。看時光飛逝，我回首從前。Hello， 叫你講，不用唱，不要那邊自己 cue 自己，那邊播歌。就說時間過得很快，一眨眼的意思。這是多少年了？所以那個眨眼眨了幾年？就1997年入行。哇哦！哇，算得到嗎？我知道係睇唔出啦，但係其實係1997年。你看哥哥都給你掌聲哎，一晃就30年過去了。對，而且你5歲就做廣播嘛，對不對？胎教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哦，在那個娘胎。而且你剛剛唱的這一首歌，馬上圈粉呢。真的嗎？我在後台，馬上你有一個粉絲說，其實他唱歌蠻好聽的，還蠻而已哦。那你可以這樣。這個人是誰？只有蠻好聽。張雄啊，張雄，他唱歌蠻好聽，只有蠻好聽，說很好聽的鼓掌。是張雄，我第一次看到廣播員這麼不要臉的，自己說很好聽的，叫人家鼓掌。沒有啦，我覺得真的是很好聽。那像呢，我們麗儀老師呢，她真的整個人呢，就是散發出呢非常非常多的這種氣質跟優雅，仙氣飄飄。啊，所以她在他們的這個節目當中，他們都叫她娘娘。娘娘，其實要做到有仙氣呢，是非常咁簡單嘅啫。怎麼做呢？即係行慢啲咪有仙氣咯，慢慢行啊嘛。是，每一次呢，我跟思遠哦，我們在做完廣播10點之後，我們就要去吃早餐了。然後走，我跟思遠講了，人呢？我們已經走到1樓，他還在2樓啊。我還在這樣慢慢，就是非常的優雅啦，萬事呢都不是很急躁的那一種。我覺得是個性使然呢。我前世可能是一隻龜。我前世可能係一隻大龜。你意思是說思遠的前世是一隻兔子嗎？風火輪啊，他應該是那個。當然了，但是我們廣播員哈，我說的，當了廣播員才知道，哎，其實做廣播也是蠻開心的一件事情，而且也是蠻不簡單的一件事情。而且麗儀啊，以前呢在做廣播的時候，也是呢，哎，縱橫的所有的，還縱橫呢，海內外的藝人哦，基本上。來到這邊，新加坡的記者會都是他主持的。拜一下碼頭啊！好像那種韓國偶像團體，全部都是他主持的耶。因為他的韓語講得一級也還好啦。你可以用幾句韓語跟大家問好。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오늘 만나 뵙게 돼서 정말 감사합니다. 有的。拍手是聽得懂的呀。聽得懂。你們聽得懂大長今在講話？ 다 이해했어요. 내 말은 다 이해했어요. OK 啦，你後面加思密達就對了。哦，思密達，你全部什麼後面思密達就對了。那報告幾位風雲人物。哦，對啊，比如說香港的啦、台灣的啦、韓國的、海內外的一些偶像來到我們做記者會的時候，你訪問主持過誰呀？4大天王都有。哇，你說4大天王是陳建斌、陳樹成。那個隨時要訪都可以啦，還有劉千毅，少講一個。他是講這個劉德華、德華、黎明、Leon 呢、顧城，對，還有一位呢，
还有一位学友啊，都有啊，有。啊，日本啊，香港那一边的，哎，这个是日本。中国有没有中国？台湾很多，像 F4啊、Energy 啊、5566啊、王力宏都很多啊，蔡依林。刚才蔡依林有，你也访问过？那个时候很流行签唱会啊，呢度邊個去過？簽唱會，以前我還記得我在那個 Plaza Singapura 主持那個蔡依林的簽唱會。我要是可以訪問到莫小玲，我就很開心了。你訪問到蔡依林，等一下我把他電話給你。不錯啦，你有訪問劉玲玲啦，可以。可以啦，都是零啦，天灵灵，对。哎，刚才12點半的那一場，他說他訪問誰嘞？金城武哎，那個是最難忘的，那個是非常難忘。多高啊？他真的很高，而且我在他旁邊，我看着他的側臉，我心裡有一個感覺，就是上帝造人怎麼會造出一個這麼帥、這麼完美的一個側臉，你知道嗎？對，所以呢，上帝之後就配一個一樣這麼帥的在你身邊，跟你一起主持。我本來想說他已經看過金城武了，然後之後上帝覺得說他看太多帥哥，然後派出一個昂哥當他的搭檔。可是好講，我覺得上帝對我真的很好，very good 啊，配分，因為他不只給我一個，他給我2個。哎呦，真的是很感恩啊！每天早上哦，哇，一開門，哇，2個帥哥在那邊，是多麼的養眼，開心，哇，好有意思。早上6點到10點，963好 FM，大家聽起來，讚哦！一首歌曲當然是不夠的，是，而且剛剛除了這個思源哦，非常有誠意唱的福建歌，我們的麗儀也非常有誠意，她說：那我可以帶來，哦，她不是這樣，那浩浩，我可以帶來2首，會有那麼陰陽怪氣？緩一點，帶來2首都是廣東歌嗎？我說可以呀，我們來看節目的很多廣東的朋友，有冇啊？有冇啊？有，都係得幾位啫噃，個聲聽起嚟。對啊，你從咩歌都好聽啊？從乜歌啊？我好中意聽佢講那個廣東話。尤其是哈，你看那個廣播人啊，突然間走出來哦，你唱歌啊，哦，好奇怪哦。阿兄。昨天已經走了一個 TVB 的演員啊，就是聽說他聽了你的廣東話，賣傳開汽車。別亂講，賣個講了，你講了，等你明仔哦出新聞哦，《新明日報》該出一個，再行了。哎呦，咩我別講啦。真可以唱不 ？OK，索羅麗，你要俾大家聽。索羅麗。從咩廣東嘅索羅麗？索羅麗就是呢，那個。接下來怎麼講？廣東加福建叫索羅麗。是咪是索羅麗？接下來怎麼講啊？繼續啦，繼續，係啊，哎呦，繼續，唔係皮蛋粥啊，雞粥我是沒有吃過，我都吃廣東粥、皮蛋瘦肉粥比較多。繼續啊，李儀小姐有俾大家唱嘅啲廣東歌，歌名叫做《萬水千山總是情》。哇，兄啊，歌名準冇？識聽我嘅廣東話，拍潮啊！嚟，我自己講咩嘢，我自己都唔知道，你聽得懂啊？犀利哦！好，那現在我們一齊唱啊！一齊唱，好，我陪你。他們也是很辛苦啊，今天大概4、5點就起床了，然後他們還沒有下班呢，還在上班中，你看呢？哎，還好，因為一起加油。大家都是攏是為了累啦。我還想累嚟樂講累，很煞風景。攏是為了累啦。哎呦，萬水千山總是情，掌聲鼓勵歡迎麗儀一齊。你看我們不一樣的這個藝人們，不一樣的這個occupation 的朋友來到現場，就會擦出不一樣的火花，好棒啊！莫說青山多障礙，風也急，風也勁，白雲過山峰也可絕情。莫說水中多變幻，水也清，水也靜，柔情似水，愛共永。未怕過，風吹散了，熱愛萬水千山總是情。聚散也有天注定，不怨天不怨命，但求有山水共作證。
播人要唱歌非常不容易，请给广播人一个掌声加尖叫声。耶！哇，演唱會陳麗儀。莫說青山多障礙，風也急，風也勁，白雲過山峰也可轉情。莫說水中多變幻，水也清，水也靜，柔情似水，愛共永。未怕乾，風吹散了熱愛，萬水千山總是情。聚散也有天注定，不怨天不怨命，但求有山水共作證，一齊。但求有山水共作證，再來一次。但求有山水共作證。哦耶謝謝大家，謝謝麗儀，謝謝，謝謝兩位最優秀的主持人佩芬、浩浩，謝謝你的誠心誠意，哇！希望哈，下次謝謝你的實話。下次加谦虚淡薄，加谦虚淡薄。哎，我下一次啦，是希望呢有机会呢，这个好 FM 哦，也可以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呀，也办个节目，是我们跟我们亲爱的台长呀，洪金云女士小姐，好，来台长一下。哎，这位先生，你是哪一台的？洪金云也昂啊，惊到我，不能讲啊。隔壁台来了。隔壁到令长辈博唱。20多年的，是对不？来，今天我要唱2首，令博这边请，令博中间2首从来没有唱过的歌。哎呀，因为我不要老是唱什么草原之夜。那个令博要唱歌，我们2个可不要站这边，这样可以吗？令博这样怪怪的，有点像家属要打理。没有不，他穿这个很帅哎。啊，这个西装有没有看见？大哥，这件是不是正式哦？这件是红星大奖拿奖的衣服吗？没有，这件是刘德华送给我的。哇！流鼻涕还是刘德华？好，那接下来把时间要交给我们建明大哥了。是的。哦，为什么你要唱这首广东歌嘞？因为这个是跟播音人有关系的。怎么讲？它就是播音人里面的一首插曲还是主题曲了？啊，主题曲。广东歌叫《愛定你一個》。哦，就是 TVB 的播音人这出剧的主题曲。所以这首歌有特别想要送给谁吗？啊，是我们送给我们2个哦，爱定我们2个，对不对？送给你们干嘛？所以你要永远带着我们2个一起主持啊，做什么事情都要带着我们啊。我们2个就是你的跟屁虫。没有，我应该送给我们的华族文化中心的总裁啊。总裁跟总裁的家人，我们把这首歌曲送给您，还有所有在线上跟现场的朋友。对，而且线上的朋友也很重要。怎么嘞？因为你讲新传媒的总裁也是你干妈，现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总裁也是你干爹。隆重新加坡的总裁，隆重是您干。要是总裁就是干的了。哇，你吃西龟，我要挖大饼嘞！好吧，既然他要干，那就给他干了。那我们2个就随意就好了。啊，随意，喝下去。来，愛定你一個。建明大哥，嘿，記唔記得呢首歌啊？哇，飆了！我第一次看到2個這麼高的在拼屁股的，走啦，回家。落雲裏，心聲飄過。在吐露愛的經過，甜美意快樂時，想你聽清楚。字句裏星星的愛，是愛愉快的廣播。夢裏已變實時，甘心可以不枉過。百萬人只肯去愛一個。千個夢，通通關於你未算多，為你做心聲廣播，
願你靜聽痴痴的我，為了你我誓願，以後愛定你一個，好唔好啊？愛定你一個啊！落雲裏心聲飄過，在吐露愛的經過，甜美意快樂時，想你聽清楚。字句裏星星的愛，是愛愉快的廣播，夢裏已變實時，今生可以不忘過。百萬人只肯去愛你一個，千個夢，通通關於你未算多，為你做心聲廣播，願你靜聽痴痴的我，為了你我誓願，以後愛定你一個。多謝多謝多謝啊！唱得不怎麼樣啊，因為很陌生的這首歌對我來講是 last minute 學的啊呀，但是因為以前都有聽過了，但是沒有在台上唱過，是第一次哦，好嗎？哦，你們把水準也降得真低啊！啊，謝謝謝謝謝謝呀！當然唱了50年的歌呀，再怎麼樣爛船也有3分釘了啊！啊，再怎麼樣混還是混得過去的。接下來這首也是沒有唱過的伍佰的歌，叫做《浪人情歌》。哦，這個華語要很好哦，浪不是爛人啊，浪人情歌。我們一起來，大家一起唱好不好？因為我們這個叫大家唱，哈，只有我一個唱就沒意思了，好不好？你們有歌詞可以看到嗎？不要再想你，不要再愛你，讓時間悄悄地飛逝，抹去我倆的回憶。對於你的名字，從今不會再提起，不再讓傷悲將我心佔據，讓它隨風去，讓它無痕跡，所有快樂悲傷，所有過去統統都拋去，心中想的念的忘的忘的不會再是你，不願再承受，要把你忘記。我會擦去我不小心滴下的淚水，還會裝作一切都無所謂，將你和我的愛情全部敲碎，再讓它統統趕出我受傷的心扉，讓它隨風去，讓它無痕跡，所有快樂悲傷，所有過去統統都拋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會再是你，不願再承受，要把你忘記。
会擦去我不小心滴下的泪水，还会装作一切都无所谓，将你和我的爱情全部敲碎，再将它统统赶出我受伤的心扉，让它随风去，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不愿再承受，我把你忘记，你会看见的，把你忘记。哦耶！高凌风500哎，麦克杰森，这是800还是600？这个是400，哇，还没有到500。一把是一把。哎，其实你很多元呢，演什么像什么。要叫他扮女生也 OK，叫他扮老人更不用讲。我今天忘了穿这个衣服了。对啊，哦是，这个是在演唱会吗？这个是忘了，我忘了。贵人是吗？我昨天的事都忘了，你不要问我这个。所以那当也要瞪我。不要说到昨天的事，你刚刚唱什么歌你知道吗？唱嘛。刚才唱天上人间。哦对，对，记忆很好，费玉清的，very good。好的，好，把握时间。我们接下来出场的这位也是前辈啊。大前辈了。对，这位接下来换我唱哎，大哥。哦，你唱啊？你也是前辈啊，不知道你也是前辈。不知道小的你还没有唱啊？我小的是否有机会可以唱250还没有唱，给大家听。真的忘记吗？ OK， 我真的忘记了。真的忘记哦。呀，你是张雄嘛？哈，不是，不要你不是张雄啊？看不出我是谁吗？啊，雄芳。我你老啦。哦，你不是雄芳啊？哦，我是赵瑾。OK 吗？你够紧吗？很紧，还没。爱赵才会紧哦，爱赵先。好啦，较紧唱啦，你要唱什么歌？接下来我想要来介绍这一首歌曲啊。哦，好好的介绍。好，OK，谢谢两位，谢谢。谢谢。好的，当然平常我们的听，OK， 牵一下，等一下直接走回家。OK，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平常哦大家都有听广播，不知道是否有听过闽南语的广播？哎，是哦。在台湾就有很多属于闽南语的电台，现在我来示范一次给大家看，有掌声吗？欢迎大家来到咱的欢喜来唱歌的广播电台，来听咱的歌。我是主播浩浩，看到我的声啊，会当讲吼，金银财宝会满大厅。第一呢，咱这个单元吼，就是和大家吼打电话入来 call in， 来这个点歌。咱来看吼，头一位咱的听众朋友要来点什么歌？你好。阿雄啊，我是要甲你讲啦，你几点才要转来啦？我已经煮饭啊，拢无转来，我拢看你的时间。哎呦，我甲你讲哦，今日安怎拢无讲话？喂，阿雄啦，我就是甲你讲啦，你的鱼吼，我已经吹到足新鲜的呢。你就爱较紧转来，我讲7点哦，你无互我看。sorry， auntie， 我唔是阿雄呢。我这倒是欢喜来唱歌的广播电台吼。我知啦，阿雄你上暑假听就是欢喜来唱歌的广播电台。我是要甲你讲啦，这个饭哦，我已经煮到好熟了。等下吼，你转来哦，顺续甲我包一个菜心嘛。安尼款，咱有鱼、有菜、有饭，好食了就欢喜哦。好，我等就等去食。阿雄，有当时啊，咱会拄到吼，有当这种听众朋友，你就真烦恼。无要紧，咱来继续来听第2位的这个听众朋友卡来的电话。
Hello， 喂，你好。哎，你好，你好，我是想要找迄个阿斌啦。阿斌，歹势，阮这倒是欢喜来唱歌的广播电台，即嘛是点歌的时间哦，吼。这个点歌，嘿，我是要找迄个阿斌呐。哦，无要紧，无要紧。我讲的代志呢？安迪，我甲你讲哦，无要紧，你来点一首，无你来点一首歌，好无好？你点一首歌，我帮你播送安尼吼。点歌是啥物点歌？我安迪我袂晓啦。哦，看你爱听，看你爱听啥物歌吼，阮就帮你点，我就会播出来。免客气啦，点歌等下爱现蕊啦，歹势。不，安迪啊，唔免现蕊，唔免现蕊，今年你已经卡入来啊！阮的这个电话吼满线哦，真侪人要卡入来点歌拢点袂到，你今年已经卡入来，你点一首啊？无变啦，歹势啦。唔，今年你卡入你点一首，我什么歌拢有，你放心，什么歌拢有。既然你安尼快讲，无你教我点一首阿弥陀佛，好无？歹势，安迪，我这首歌吼，无咱后摆再帮你播上吼。好，谢谢你，谢谢。无啊。这听众朋友嘛真古锥安尼哈，可能平常时较无咧听流行歌啦吼。咱就接这个第3位，咱的最后一位，咱的听众朋友。喂。哎呀，是我，你接我的电话啊！哎呀，真欢喜咧！哎呀，我卡真久，你才来听，哎呦，感谢啦！欢迎吼！哎，我会点歌。是吼，你莫伤欢喜哦！你今日卡入来啊吼，你要点什么歌呢？歹卡，这个电话终于轮到我了吼！我想要点一条老歌，叫做《怀念的保健丸》。保健丸？怀念保健丸对啦。歹势，阮只有吼怀念的保音丸，无怀念的保健丸呐。歹势啦，早起互腹肚疼啦。保音丸。好，我即马来帮你播上这首歌《怀念的保音丸》。虽然你甲我每日在空中相会，因为你温柔甜蜜的声音可爱，彼日思我。怀念你，虽然你甲我每日在空中相会，因为你一切使人会为你痴迷，可爱的你。我心空虚，爱你在心内，可惜无勇气表示，就是怀念你。
苦苦的心，无人知，只有叫你名字。我思恋的人，你就是台中情义。就是怀念你，就是怀念你，就是怀念你。为什么好听一首歌叫《怀念的播音员》？希望大家拢会介意啊！唔知是毋是有的人是应该是头一摆听的吼，头一摆听才掌声鼓励一下，听看卖咧。感谢，希望哦，因为这首歌好好唱了吼，你嘛会输甲这首歌《怀念的播音员》。所以来要甲大家唱这首歌，嘛是大家只要听福建歌曲、闽南语歌曲的朋友，拢真输甲这首歌。这首歌呢是。歌声红，人才红。伫咧台湾的时阵吼，这首歌会当讲吼，所有的播音员真正拢爱播送这首歌。到尾呢，大家才慢慢知影讲，哇，原来原唱者叫做沈文程。咱到底来听这首歌。大日子土改。是阮不应该，如今受反悔，谁人去谅解？心事谁人知？若无讲出来，嘿，好厉害哦！有时阵想要说出，换这边，耶！大日天土改，是阮不应该。不是无目屎，只心甲流出来。请给自己热烈的掌声鼓励一下，唱歌的朋友，掌声尖叫声在哪里？心事若无讲出来，哇！有时阵想要说出来，嘿，大日子土改，是阮不应该，如今受反悔。心爱你若有了解，请你着忍耐。男性不是无目
一心甲老厝内。接下来后半段，双手请借给我一下，一起来。大日铁土界，是阮不应该。如今受反悔，啥人听了不解？心爱你若有了解，请你着忍耐。男性不是无目屎，一心甲老厝内。你甲我不是无目屎，一心甲老厝内。哦天啊！来到我们浩浩用心的演唱。谢谢，希望你喜欢。沈文程的歌曲，哎沈文程呢也会在年底啊来到新加坡登台，到时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他的消息，拭目以待。好，接下来我们这第2位前辈的播音人，真的，我是听他的广播节目长大的。是的，我在我妈妈肚子里面就听她的广播长大的。他是我们新加坡力的呼声那一代的一位呢资深的广播员，而且还创造了一个卡通人物，叫做唐老鸭叔叔，跟大家讲这个儿童剧。为什么你讲唐老鸭叔叔你要这样？因为他的声音就是这样。你这个比较像小红帽哎。没有，他就是唐老鸭叔叔，他就模仿。大哥，这个比较像李炳辉哦。好的，来，就先欢迎他啊。是好啊。来，我们掌声欢迎郭贤华，欢迎大哥。大哥来了。来，请用多讲一点唐老鸭。 Hello， 在场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掌声！回忆杀，我是唐老鸭叔叔。哎，唐老鸭，没有人请你，你出来干嘛？没关系啦，我也要见我的朋友嘛。再次掌声！哇！其实当时你有这样的一个灵感，也是你自己的一个提议嘛？对，就觉得想要给唐老鸭一个华语的一个生命力，华族的生命力。是，那是怎么样？英文的嘛，哦。是怎么样发现的？自己有这个声线可以模仿？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刚刚加入立地的时候呢，就要做儿童节目嘛。是。我在想要到底要做什么儿童节目，每次听都差不多大同小异嘛。所以一个晚上就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很可爱唐老鸭，每次给这个米老鼠欺负，然后我觉得哎呀，唐老鸭很可怜，每个人看中米老鼠，不看重唐老鸭。是，所以我就想到说，我做一个唐老鸭叔叔。你看，我们满满的记忆都回来了。请问你是哪一年加入？我是80年的时候正式加入立地呼声，所以从事广播的历史应该有40多年了。40多年啊，40多年了。所以现在还有在从事广播吗？虽然我已经离开了这个立地呼声，给我们做到关门了哈，不过还好，很感谢上帝也为我开了一条路，现在给我这一间的这个私人的网络电台，你要用手机下载才可以听到，叫做 Vintage Radio SG。那我做的是一个专门都是负责老歌的节目，50到80年代的老歌，包括周璇、姚丽、静婷啦，还有凤飞飞、邓丽君什么都有啊。所以这个电台很奇怪的，就是唯一的中文节目，唯一的华语主持人。就是你了，独一無二。还有方言歌曲，还有方言歌曲、廣東歌，哎，不止哦，我們還有就是為觀眾朋友安排了，就是香港粵語廣播劇集、偵探小説、聰明人嘅故事好多噶。請浩浩翻譯一下。意思就是說聰明的故事很多啦，對不對？最後一句。冇，咱有一個廣播劇，我唔係有講台語嘅。廣播劇。咱有一個廣播劇叫做《聰明人嘅故事》。
聪明人的故事。嘿呀。哦，很特别。大哥相信大哥也是做过很多所谓的广播。对，以前我们都录过广播剧。我就是广播剧出身的。对。1973年，我在第3广播网录广播剧啊，就现在的958嘛。那我想问一下各位前辈哈，真的是不是像我在戏剧当中看到的？因为以前嘛，不是你要一些音效从电脑就可以拉出来这些音效，没有。那些音效，闪电打雷是被按到下雨啊的时候怎么办？闪电打雷，我们用那个 aluminium 的那个纸这样，真的是这样，在那个录音室，对。然后下雨声呢怎么弄？下雨有些是用砂纸豆没有？对，绿豆啊，这样。真的是要用智慧，风声就这样。所以都是自己来，然后是自己来。这是后期自己发明的。哎呦，厉害来着！然后修爬，然后空，修爬嘛是修爬就真的毁掉了。所以我们真的给我们的资深广播员再次一个热烈的掌声鼓励。多谢，谢谢。太了不起了哈！在缺乏这个资源的这个年代哈，大家能够把广播做的呢这么的有声有色，真的是要向你们致敬哈。贤华的广东歌也是很棒的哈，今天有带来广东歌吗？带给大家一首也是50、60年代的广东歌，相逢恨晚。相逢恨晚，再次掌声鼓励。来，一起唱啊！谢谢建斌，谢谢浩浩，谢谢，谢谢哥。逢君花裏的未嫁時，共君相愛共會意，何堪記起舊日傷心往事。如今相見呢恨太遲，望君不記呢舊愛事，何堪說起舊事，傷心我恨不已。情天今已老，恨比海更深，月亮無憐人意，相見我恨已遲。共君花裏呢未嫁時，共君相愛呢共會意，何堪說起舊事，傷心我恨不已。共君花裏呢未嫁時，共君相愛呢共會意，何堪說起舊日傷心往事。如今相見我恨太遲，共君相愛呢共會意，何堪說起舊事，傷心我恨不已。情天今已老，恨比海更深，月亮無憐人意，相見我恨已遲。共君花裏呢未嫁時，共君相愛呢共會意，何堪說起舊事，傷心我恨不已，傷心我恨不已，傷心我恨不已。多謝，多謝。唉，呢首好耐嘅經典嘅廣東金曲嚇，好耐都冇唱過啦。有啲朋友話：哎呀，郭賢華去哪裡失蹤了啊？我躲在喜馬拉雅山去了。哎，其實這個時候我們這個年紀啊，就是要好好的所謂的修身養性，哎，對不對？在這裡，如果有一些70歲以上的朋友，70歲以上的朋友，可以掌聲表示一下嗎？聽聽。哎呀，都係我哋年代嘅老朋友嚟㗎啦嚇。
所以我们说呢，我们到了这个年纪，真的运动很重要。所以现场呢，除了一些观众朋友之外呢，我知道在线上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观看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新加坡华族中心，我们在这里为大家进行的这样欢喜唱歌、欢喜的唱歌的哈。所以唱歌是一种很好的这个运动。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哦，也许有些朋友说，哎呀，为什么看这个人这样健康？为什么看到这个人他又这么衰老？为什么这个人走动行路有风，按照这个人行路，哎呦，我你艰苦，因为没有运动，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不注重运动，现在老了，年纪大了，你才知道健康重要，对不对？我告诉大家，年龄不重要，健康心态很重要。所以呢，像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尤其是现在有一些中年人、年轻人在这边的时候呢，更要注意健康。你现在开始做健康，到了你60、70岁的时候，你其实还看到果效。好像我一样，30多岁在立地护生那年，因为闪到腰，38岁的时候就开始游泳，到现在，每天以前我曾经一个时期，一天游泳2次，早上、下午。现在呢，早上游泳，下午跑步。所以你看我这样的年纪，很感恩，会行会走会吃会放，什么都会使。刚才赵景说他75岁，赵景是我4年中学的同学，中1到中4一起同班的。他75岁，我也是75岁了。谢谢。所以说运动很重要，我以前也不觉得，但是呢，自从那个时候开始学游泳之后，告诉大家，我的膝盖没问题。OK， 我的腰部从头到尾都没有问题，都 OK 的，这很感恩。我们自己要把握，不要说我们年纪大了，哎呀，袂使了，袂使了，袂使了。你若讲袂使哦，10楼阿叔叫你，阿莲啊，来帮忙唱啊麦，你看电梯派都爬起去啊。哦，会使哦，较紧哦，我来了吼。哦，如果说阿妹去把啥嘅，买了我袂行了，袂行了。哦，所以这是自欺欺人啊，自己骗自己啊，对不？所以这种运动很重要，同意吗？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次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大家要记得多做一些运动，哪怕是你拿着拐杖慢慢走也是运动，然后手部运动、脚部运动、头部运动都来了啊。OK， 所以健康到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啊。不要以为说年纪，哎呦70多了、80多了不使了，这是你讲呢，不使哦。所以呢，我们最要紧的就是要有一个快乐的心、健康的心，心态很重要啊，对吧？所以你想过着美好的黄金年华的岁月，过着这个有着可爱人生的岁月的话，要好好把握自己。我们说人生还有几个10年呢？不要想这么久，现在你能动就动，会吃就吃，会行就行，哦，较开心淡薄，有闲点来听歌、唱歌嘛就好 ，OK， 好不好？OK， 那下来带给大家这首歌曲是希望你们也一起来唱。这首歌也同样的送给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一首很有意思的歌曲，可爱的人生，一起唱哦 ，OK。你不要哭哭啼啼过一生，一定要哈哈嘻嘻过一生。哈，虽然是人人的看法不同，终归是可爱的人生。得意的时候要抬起了头，失意的时候也不必烦忧，安安乐乐地度过难关，安安乐乐地度过难关。哈，可爱的人生，可爱人生，让我来祝福你的人生。你不要痴心妄想过一生，大声唱，一定过一生。哈，虽然是人人的看法不同，终
归是可爱的人生。只要是一双手，不怕吃苦；只要是经得起暴雨狂风。说说笑笑的度过难关，说说笑笑的度过难关。可爱的人生，可爱人生，让我来祝福你的人生。现在一般上很多朋友呢也爱唱歌，也爱跳舞，对不对？这是很好的运动哦。你不要哭哭啼啼过一生，一定要哈哈嘻嘻过一生。虽然是人人的看法不同，终归是可爱的人生。得意的时候要抬起了头，失意的时候也不必烦忧，安安乐乐地度过难关，安安乐乐地度过难关。可爱的人生，可爱人生，让我来祝福你的人生。祝福大家健康久久，幸福久久，开心久久，长长久久。那一次谢谢郭贤华大哥，非常的感谢你。谢谢。哇，今天大家还开心吗？喜欢今天的节目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开心，谢谢你们喜欢我们，我们也非常的开心，能够把这么多的好歌送给你们。那接着下来呢，因为你们的开心跟欢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要呼吁大家，待会儿帮我们做个反馈，很简单，依然会有 ice cream stick 分给你们，你们投进这个箱子就可以了。会问你们几道问题，包括了是不是第一次来到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是还是不是？你们的年龄层是65岁以上还是64岁以下？对我们节目的满意度1到5，请给我们5。还有第4道问题，请看大家是不是第一次参加艺术和文化活动，是还是不是？你是不是使用文化通行证购买这一次演出的门票，是还是不是？之后你应该会用文化通行证购买在 SCCC 和其他场地主办的艺术跟文化活动1到5，那请做选择。那用完文化通行证后，我会继续参加艺术和文化活动，会还是不会？那你认为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短剧里面所分享的防诈骗讯息 ，Monica Chen 呀 ，remember， 对你来说有用吗？有用还是不太有用，都可以跟我们说。那您跟朋友分享诈骗的讯息，你会吗？会还是不会？好，最后一题是在不确定是否被诈骗的情况下，你是否知道可以拨打全天24小时的 Scam Show 援助热线1799？知道还是不知道？是的，那我们在下一场的演出即将在我们11月26日中午的12点半，以及我们下午4点还有票哦，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现场的柜台购买。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欢喜的唱歌11月份有谁 ？There we go！ 哇，有你的 party 来了到，所以我们很公平的，有963的代表，有972的代表，972的盛安，我们的靓仔哈，是，还有坚文以及温思婷、杜欣。那我们下个月呢就要呈现的阿公阿嬷我爱你。对，因为我们下个月是祖亲节嘛哈，所以主题就是阿公阿嬷我爱你。所以呢，各位爷爷奶奶一定要来，我们一起来庆祝祖亲节的这个月份。是，好。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再跟大家进行一个大合唱，好不好？也是你们投票出来的歌曲，线上现场的朋友，我们一起来。记得下个月的票也可以用那个100块买啊，知道了哈。来。
来，大家一起唱。不要忘记了哦，我们下个月见哦。谢谢你们，我们的朋友，谢谢。嗨，大哥，嗨，你们好。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流走。大家要小心，因为我们还没有开灯都呢，回去看看是先再等一等哈，再等一等，危险啊，危险。苍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寻寻觅觅常相守是我的脚步。 Hello， 下个月要来哦。轻轻的古枕边是你的温柔，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中间的朋友一起上。或许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左边呢？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看到你了。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识的伴侣，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轰隆隆的雷雨声在我的窗前，怎么也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孤单单的身影后，寂寥的心情，永远无缘的是我的双眼。线上的朋友，给你们自己来。或许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轰隆隆的雷雨声在我的窗前，怎么也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孤单单的身影后，寂寥的心情，永远无缘你是我的双眼。各位朋友，记得待会儿去购买我们下个月的门票哦。我的双眼。好好的利用你们的 SG Culture Pass。无缘你是你的双眼。再见。 See you next month。慢慢来，韩干弟慢慢来，我们先开灯好不好？慢慢欢喜来唱歌，健康又快乐，拜拜。下一个月再见。请开灯，韩干弟小心哦，我们开灯，大家注意脚下安全。 人生越老越精彩，歌声唱出心中爱，每个音符将花开，欢乐岁月不停摆。旧碗只是美的记载，心里烛火人。 在燃烧，挥手告别昨日的开，迎来希望把歌高调。
喜来唱歌，快乐无心多，笑容绽放，让心跳沸腾着。岁月如歌，我们不手段，用歌声写下灿烂的生活。银发也能闪耀光彩，歌声让我们更自在。年岁的数字从不感慨，心中青春永远存在。每句话音都充满爱，一起唱歌，星空最亮。老人尽显自己主宰，每个音符星火在放，欢喜来唱歌，快乐无限。